次嘅啫，好少見到呢啲。佢係 OK 機 OK 嘅，我係 DJ 機 OK 嘅。ASTC 嘅機嗰個價啊，但係 M4 3機就好想食得好啊！まりなのさトルバよそ見している暇はない見つけ出したじゃって太陽がせない走り始めたらのそう目まぐるしく変わってくビジョンどんな景色を掴めるだろう君へと流れるこのメロディーがいつかは世界中旅をしてくように響けば Yahweh Alright, here we go Making the dream, making the sky 誰より先まで
係。大家好，我係聽到咧啲酷嘅西兒或者西西，大家可以叫我。下一位。大家好，我係春 Nike 嘅La Queen。Hello，我係出蘇港嘅 Chika。大家好，我係出 Power 嘅 Terry。大家好，我係春啲自己嘅千夏。大家好，我係出音樂台嘅提子。大家好，我係出16年嘅一姐。16年嘅姐姐，對唔住，對唔住。大家都好緊張，所以係咯，角色化咗。我哋唔好嬲而我哋啊！咁我哋頭先為大家帶嚟咗2首歌啦，咁就由10年後嘅 I Love 流世界去翻10年前嘅 I Love 流世界，再去翻而家10年後嘅咁第一首咧係10週年，係10週年嘅歌 My Life 啦。大家有冇聽過咧？因為都去咗10週年呢隻 game 佢。有就太好啦！跟住第2首就係應該好多人都識嘅，如果有睇 I Love 就係 Monster Generation 啦，係啦。咁我哋揀咗10年前嘅版本，混咗10年後嘅版本，係啦。咁所以就希望好似有一個好似喺經歷咗10年嘅故事咁樣，但係大家中唔中意咧？多謝。咁因為咧我自己咧就好中意，除咗喺舞台上面啦，我哋團員有嘢做之外啦，咁台下面嘅人咧，我都好想俾啲嘢佢哋做嘅，係啦。但揸相機嘅大家就唔使拍手掌，亦都唔使做任何嘢啦嚇，揸成你部相機就可以啦。咁我哋就一陣間咧會，我哋一陣間咧就會為大家帶嚟2首歌啦。咁一首咧就係 Which Boy 啊，係啦。跟住另外一首咧就係 Boys and Girls 啊，咁因為 Boys and Girls 咧，佢喺前嗰排咧出咗一個編舞嘅，咁就有拍手掌嘅環節啦，係啦，咁大家可唔可以試一次啊？咁當音樂響嘅時候咧，我哋係2下短1下長嘅，試一次咯喎，好，咔咔同咔咁樣1下嘅。咁當你聽到音樂嘅時候，就張長基小朋友，張長基小朋友，請立即幫就係咁樣啦。OK， 一陣間聽到音樂聽到我咁樣拍嘅時候，大家都跟住拍咯，咁 OK 啊？係啦。咁我哋等我哋下一個位咧交俾蘇哥講。好啦，咁就多謝香港動漫電玩節啦，同埋 Creative Paradise 俾機會我哋上台啦，係啦，咁都多謝各位觀眾今日嚟到呢度睇我哋嘅台，多謝晒。我哋事不宜遲，就準備開始啦，係啦，大家企好位先。係啊，仲有嘢想講。我想講咧，我哋呢個團隊喺最近成立冇耐啦，咁有啲朋友係第一次跳舞、第一次上台、第一次拍片，咁係啦，咁大家如果有啲咩不足咧，就希望大家多多包容，係啦，多謝晒。虹の中は虹をかけろ Let's go ハーモニー
喂，你冇 O 嘅。我少一嘅，冇理由㗎。魔鬼飯同正街。好喎。